楊雙子自己講過咧，就話佢所理解嘅百合咧，就唔係限於友情或者愛情，係女性之間帶有情慾啦、依戀啦、理解同埋投射嘅複雜關係。即係台灣漫遊錄裏邊兩位主角嘅關係咧，其實就唔係話我究竟中唔中意啊，即係有一種難以完全命名嘅吸引同埋互相映照，而呢個就係日本同台灣嘅關係。戀人未滿，所以好曖昧而節制啦。情感係唔會直接宣告嘅，匿喺語氣啊、選擇啊、照顧啊、凝視啊、沉默咁樣。女性嘅情誼其實都係有種族階級語言同埋殖民身份去影響嘅。佢雖然係靠近，但係佢哋冇辦法完全對等嘅。女性嘅情感擺入去殖民時代啦、翻譯關係同埋旅行關係。大家知道旅行就算中意咁，你可以點呢？勁就勁到就可以話百合係理解歷史嗰種方式。